来看有民众投诉讲哦，顶个月底一队团去日本，导游带团唔拿地道，嘛定定带唔到咯。遐门票哦，拢无准备好势，实在是真无专业。旅行社会室咧嘛表示讲，已经放令日本团真济，状况嘛较济，会来加强导游的训练，卖甲消费退互消费者。 一大群游客来到日本内容，伫咧大雨当中，已经爬楼梯行真久的路。总算来到东大寺，嘛已经超过开放的时间啊！而且要摕扇贝饲落啊活动的时阵，煞也听到导游真无负责任的讲法。那个指他也好啦，那个指他也好。对啊，他是啊。 中华有民众顶个月对旅游团去日本佚佗，不过民众投诉讲，这个导游若是规划行程突切，去到景点不是迟到就是无传门票，对路线嘛无熟，害规团30个人做伙行唔到路，互因逐工行超过2万步，行到退腿兼歪腰。所有的人走了一整圈的奈良公园，然后走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，然后到的时候店家通通都已经休息了。 在这边给大家30分钟的用餐时间，我心里在想说，不会吧？我们团员还有那一些妈妈们，他们带着小朋友呢。参加旅游团的民众是真不满，因为袂少老大人甲囡仔拢得爱对咧直直行路，而且行程延误嘛压缩着因好好食饭的时间。规条路毋若是忝甲稀累的景点嘛无法度好好欣赏。 那旅行社是表示，解封了后去日本佚佗的人增加，难免状况会较济。种种的累积，然后加上有的团员可能他在迟到，你知道，就是 delay 等来等去的，所以他们就会整个情绪就会很不开心。如果没有不得已的事由去变更这个内容的话，如果说他因此减少的费用，也应该要退还给旅客；如果有增加的费用，也不得向旅客收取。 旅行社讲，团员若是迟到，嘛会造成行程延误，而且规个旅游团的成员对这个导游的意见正面、负面拢总有。不过，因会尊重团员的感受，会替还相关的费用。那消保官表示，若是行程无依照约定来行，会当当场沟通，事后嘛会当要求退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一间